的时候吃什么订超久，吃什么吃什么，然后半个小时过后吃什么还是吃什么啊？可是昨天才吃过啊！我要减肥。一个下一个要看5分钟。我先查一下这好不好喝，好了。对，还有查有没有优惠，有没有优惠？对。又是罗佩涵，没有哭吧？听说好像是佩涵练到哭。你讲一下。有吗？我有哭吗？啜泣啦，啜泣而已，他没有真的哭啦，啜泣而已。对。真收。因为这支舞其实动作就是一个字一拍一个动作这样子，所以其实真的很多动作，然后很多队形，然后很琐碎。所以看起来就有点跳起来很复杂，所以可能就是记动作的时候，可能佩涵就会有一点对转不过来，对，所以然后就崩溃这样，有点怀疑自己，对，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会跳舞这样。有遇过吗？比较疯狂的？有一个就是我前一天直播说，隔天如果见面会穿丁丁的服装来，黄色，整身黄色，你知道吗？拉拉，天线宝宝的衣服来的话，我会第一个看他，结果他隔天就真的穿来，一只丁丁，对，一只丁丁，超可爱。黄是拉拉，丁丁是蓝色的。那你们一直跟我说丁丁呢？我讲错，我真的会搞不清楚吧？因为红色、绿色、小波拉拉，绿色迪西。好了，不必。订外送的时候要吃什么？订超久，吃什么？吃什么？然后半个小时过后吃什么还是吃什么？可是昨天才吃过啊！我要减肥。一个下一个要看5分钟。我先查一下这好不好喝，好了。对，还有查有没有优惠，有没有优惠？不要吃，我不要吃好了。然后可能订完了之后说有运费算了。不是，就是订餐厅都不知道自己订什么，谁订那个，谁订那个，然后还知道那谁订那个？哦，又是你。不然就是订晚餐，然后想一下，算了，你帮我删掉，你帮我删掉。气死！会加一颗贡丸哦。好，加一颗贡丸。加一颗贡丸的是谁？谁？